人讲一句，台语有意思。大港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主任。奇怪，哪会闻到臭花大味啊？啊！我袂记你臭咖喱花啊滚水啊啦！今仔日咱要讲的词就是花栽。花栽汉字写作花栽，罗马字写作好为会，子爱栽，会第二条，栽第一条。咱平常时有真侪爱用到火的时阵，像煮食爱用雅素，点香爱用拜茶。虽讲火真利便，不过若无注意，有可能就会发生火灾哦。亲像主任我有一摆咧下水，煞等甲困去，等我精神水经滚甲打起啊，险险啊就火烧厝啊！若万不幸发生火烧厝的意外，咱一定爱冷静，先卡119通知消防队。若阵火无足大，房间外要安全，就会当开门赶紧离开，赶紧走落去1楼逃生。嘿对，台北市，若是踮伫房间内，外口的火已经熄灭，就要先关门，用巾仔甲门芳脱咧，莫互乌烟侵入来房间。幸好消防队员的指示，等待救援。弟弟，我来叫你啦，就是你啦，伫遮啦。主任，我足惊火烧，亲像拜拜烧金纸的时，我拢会等火夫较无遐烧啊，才会甲金桶扛起来，人才会离开。有一句热气仔话讲：火烧高寮全无望。高寮是讨海人藏希望仔的所在。若阵高寮烧去，希望仔烧了了，讨海人当然嘛无希望啊。佫有一句俗语讲：草人拍火，就是自身难保的意思。稻草人家己若莫去互火烧着，就阿弥陀佛啊！莫想讲佫要去拍火啦。六火灾、火烧厝、火场、消防队、火夫、火烧高寮全无望。草人拍火，大家用火时一定爱注意，唔通离开目睭看会到的所在，才袂发生火灾。今仔日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